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好吧》。今日呢，安利來到一個新加坡，東海背後兩個就是我們台灣民謠之父鄧雨賢老師嘅紀念館。等下呢，就聽聽我叫下來的地圖，認識呢個台灣民謠之父。來臨。我們今天呢，來到鄧雨賢老師的紀念音樂館裡面，可不可以帶我們來認識一下？那鄧雨賢一寫歌詞裡面有70幾首哦，那其中有一首比較特別的是《望春風》，是台北市政府那聯合報曾經舉辦過一次10大經典歌曲跟古典歌曲嘅選拔，他是冠軍。哇！鄧雨賢老師是我們民謠之父之外，其實我們今天呢，也可以借這個機會教觀眾朋友來講客家話。哦，好。民謠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的一個字，民謠客家話，你4縣怎麼說呢？民謠。對，民謠。民謠。像我們這旁邊這個樂譜呢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。樂譜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的客家話，就是叫做樂譜。樂譜。樂譜4聲。對。另外呢，像老師也一定是非常喜歡聽台灣民謠，對不對？對。那我們今天就來學這句話，叫做“我很喜歡聽台灣民謠，愛動好聽台灣民謠”。愛動好聽台灣民謠。好聽台灣民謠哦。愛動好聽。沒有錯，太好了！我們再繼續裡面來去參觀一下其他部分。這個是用鄧雨賢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。哇哦，所以真的有這一顆行星嗎？它是有證書的哦，它現在還在運轉中，還在運行中。哦 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呢，我們來到鄧雨賢老師的音樂博物館。其實呢，我自己非常的喜歡鄧雨賢老師，他真的就是我們的台灣民謠之父。當然嘍，透過鄧雨賢老師，我們也來認識了新的詞，一起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民謠，民謠，民謠。第二個呢就是樂譜，樂譜，樂譜。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哦，來看就是我很喜歡聽台灣民謠，愛動好聽台灣民謠，愛動好聽台灣民謠。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應該也非常喜歡台灣的民謠。記得哦，我們今天學到的單字要多多複習。我們明天見，拜拜。